今日都欣賞啦各位嘅運動員呢係積極參與比賽，咁亦都多謝呢就係大會入邊呢安排咗呢個場地啦。我哋正話見到啲運動員都好俾心機去參加唔同嘅項目，都欣賞佢哋嘅積極精神同埋係堅毅啦。咁亦都祝福佢哋嚟緊呢係持住一個正向嘅健康嗰個運動嘅精神。今日無論攞唔攞到獎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就係積極參與。一陣有啲唔同嘅項目啦，都豐富咗小朋友嘅學習嘅經驗啦。今日抱住呢一個態度呢，就可以嚟緊嘅其他運動會呢，係發揮到一個運動嘅精神啦。今次呢就係救世軍林拔中紀念學校嘅運動會，同上次聯校運動會好唔同。咁因為呢，我哋參與嘅人數啦，同學仔去到賽道嗰度比賽啦，都係多好多㗎。咁大家都盡力做好，希望呢一陣間大家都能夠發揮到你哋平時有嘅表現，加油！今日咧運動會嘅天氣咧，我都估唔到，好感謝咧我哋嘅天父啊！因為咧今日喺學校就有啲微雨啦，咁但係嚟到咧都已經係乾咗好多啦。咁樣希望咧今日嗰個嘅運動會順利進行啦。咁而我最期待嘅一個嘅項目咧，就係4×100嘅接力啦，男子同埋女子。今年我亦都有教6年級啦，我都希望咧佢哋可以爭取到好好嘅成績啊！想同咁多位參賽嘅健兒講加油啦！你哋今日要努力啊！咁同埋咧，咁多位嚟睇嘅比賽嘅同學仔，都為咗你哋班嘅同學仔去打氣，同埋咧為每一個健兒咧加油下佢哋，因為咧佢哋落嚟比賽，除咗我哋係嗰個嘅運動精神之外咧，我哋嗰個體力或者等等咧都係好緊要嘅，加油啊你哋！我今日參加咗100米短跑，因為我平時中意跑步，覺得自己速度唔錯，同埋想感受一下比賽嘅氣氛。我揀咗200米賽跑，200米係一個好長嘅距離，所以200米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挑戰，可以鍛鍊自己嘅耐力。我參加咗擲地球比賽，因為我覺得自己手臂夠力，加上平時自己有練習投擲類運動，所以我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跑到最遠，希望可以喺比賽中發揮自己嘅實力。我參加咗跳遠比賽，因為我覺得呢個項目好有挑戰性，唔單止要有速度，仲要有好嘅身體同埋協調性。我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突破個人最佳紀錄。我報咗200米賽跑，因為200米唔單止需要速度，仲要耐力。我覺得呢個項目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挑戰，所以我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堅持住跑完呢個比賽。我比賽跟住覺得好攰，但係呢我都好開心，因為我可以攞到第4名。我覺得係好緊張又興奮，因為我前面嗰個我好似超過佢，又好似冇超過，因為我唔知自己攞唔攞到獎。我今日攞咗跳遠嘅殿軍，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我經過我嘅努力之後，我覺得我自己終於攞返我自己嘅成果。你今日跑第1名，你有咩感受啊？好開心，因為原本係俾人哋領先，之後後嚟可以追到。好開心咯！因為呢個係我第1年攞第1名，我覺得好開心。點解嘅？因為我哋第一次5年班班際接力同埋攞到第1。我感到好開心，因為我上年只係攞到第2或者第3，但係今年就攞咗2個第1。你最想感謝邊個啊？媽咪，點解？因為佢日日都同我練習。我最想多謝我嘅媽咪。點解嘅？因為佢係咁叫我參加100。最想多謝教田徑嘅老師，因為如果冇佢哋，我就可能跑唔到。
你想多謝邊個啊？多謝徐徐，點解嘅？因為徐徐會有田徑，所以我先係跑得咁快。我想多謝教練教我同埋我嘅家人鼓勵我，同埋我嘅同學。